汤圆已到货，购买汤圆何需东奔西走？满客隆超市是你最佳的选择。满客隆超市蔬果区，天天都有新鲜饭和水果，保证新鲜和质量，价格合理，欢迎广泛对各大蔬果区选。冬青，你真的要那么做吗？爷爷，我已经没得选择的了，我必须那么做啊！好嘛，既然你都想清楚了，我就成全你嘛。爷爷，但是你也必须想清楚啊！来嘛，冬青，男子汉大丈夫，怕什么怕？爷爷，可以刮干一点不？哎呀，胖臭，我还吊不住了。留你的脚好小吗？脚啊！留你的脚好小吗？真是。有病啊你！你是不是有病？你是不是有病？大姐给点钱没？大姐，还没有呢，我都大哥给点钱没？没大姐给点钱。没有吃火锅呢。好，天没吃完了，大姐给点钱没？大姐，好，天没吃完。老公他太可怜了。哎，这也太可怜了给。点钱，大哥，好意思。 200，好，谢谢谢哎，谢。老公这个也给他，这个项链也给他行吧？谢谢大姐，谢谢大姐，哎，这个给他，这个。谢谢大姐，谢谢大姐这个。太可怜了。老公他也太可怜了，我领家去照顾2天啊，然后你自己照顾好你自己啊，大哥，你娶个好媳妇呀，好人一生平安呐！谢谢哥啊，走了啊。别上火，老公。啥呀这是？鸡飞蛋打。你完了是吧？你完了。出来你就找我，一天天给你惯着。你别笑，装他妈的！瑶瑶，我有个重大消息要告诉你，你别生气。说吧，我不生气。我昨天我跟莹莹把结婚证领了。